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安早，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4第2嘅客家清新闻，我是陈彦祖。当年的早晨9点半，客家清新闻都会伫明路巷带来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清新消息。今近边呢，就系母亲节了，为鸦片呢，为做所有的做妈妈撒母亲节快乐。给上亚今年呢，母亲节连续假期的时间呢，可能会有众多民众呢为转播卡，韩国呢边有可能会出去老了。第鸦片呢有一个交通资讯为提供俾大家。所以讲呢，咧高铁啦，啲咧母亲节连续假期期间呢，所有的委员呢都系对好错，系无自由错的。加上呢民众系用亚嘅天气卡，也系悠游卡，唔再记得为去买票的认证呢无自由票。韩国呢高铁呢为了天所运啲近比下注呢，每加快2票送俾你查票。韩国呢庆祝人呢就为提倡大家，啲亚今年呢睇坐台中运输公汽时节，可能呢人都会卡到地位。像大家呢，还能记得为第最尾为做好防疫。后因近边呢，我先先来看到的重点呢是苹果日报，而我先来关心一啲全世界疫情咯。一报呢，因台湾疫情已经渐渐的有卡翻呢，故说动人就可能开始冇注意到国际疫情方面呢。一报呢，国际疫情还是动力还有尤其的啲美国鸦片，因为全世界总确诊人数是来到的396万人里哦，死亡人数呢是有27万人上亿。啲美国鸦片呢嘅确诊人数是来到128万3多，其中错比有新增嘅係2萬人里。然後呢，有啲其他國家疫情更嚴重所在呢，大部分就係啲西班牙、意大利係一啲國家，大部分呢確診病例都係來到20人里多，也係國際疫情部分。再來呢，我再過來關心到英國女嘅部分哦。最講呢，近邊就係母親節咧，其實呢對前景嘅意思，啲街路上就已經開始出現有眾多人出去老了嘅人潮。現正講，因台灣已經連續27日無新增加嘅本土病例，嗰種呢像係傳統鴉片，差唔多呢就93萬多傳統，就已經本年前主問題了，就係為意思母親節嘅大餐。啲街路上最看到呢有眾多人開始去昂叫，像鴉片呢就係啲台北市嘅新義區嘅八豐送件鴉片，而最看到呢有眾多民眾呢家頭呢係規模抗議。路輪態勢強下帶電出來呢去昂街，然後呢韓國有啲街路上面開始出現人潮哦，入邊呢係有民眾呢係啲買花，準備可能呢為送俾媽媽做母親節禮物，然後呢看到鴉片呢係啲台中市有眾多人都係啲擺啲咧等為示範哦，韓國有啲高種鴉片呢係民眾啲街路上等傳統為入去，認真講一個母親節連續1-2日，而這裡看到呢台灣認真疫情已經漸漸的有卡翻呢，各種人未開始出現了。啲鴉片呢有一個較溫馨嘅一個新聞呢，我同大家來做分享，就係講認真其實呢，因亞拜母親節，大家呢做按風險呢出去老了，慶祝樣呢就係講，因關於有眾多嘅醫護人員同辛苦，嗰種呢啲前幾年嘅時間，啲屏東縣政府機片呢就有準備呢未來送發俾醫護人員愛用嘅法通來看呢個新聞報道。你的蘭花的位置要在這裡。志工朋友同對反映線上學習法來做法術禮盒，也得可能本人心情爽快嘅法術，仲係愛送本辛苦嘅體現防疫英雄。借由就是說這一個活動來表達我們心裡面的感謝。法術禮盒底背包括屏東縣內神聖嘅文心蘭、聖約蘭、蝴蝶蘭、火鶴花，還有杉樹葉也得切花切葉，以及使用將近15萬支嘅花材，送本9500位防疫英雄，由屏東縣政府帶頭做起，加油發通得到感恩同產業振興。我們有很多的措施呢。一步一步正在陸續的在執行當中哦，包含我們一些大型的一個花展，還有這個花禮盒，都是我們的這一次紓困的一些方向。特別希望借由這樣，不但可以達到防疫的效果，也作為宣傳在防疫相關的知識訊息，那同時也振興我們的產業，同時也獻上最大的感恩跟祝福。非常非常感謝我們的防疫藥劑哦。
屏东县农业处表示，地方政府主要配合中央嘅纾困补贴或者係邮费退款申請。屏東縣政府也針對在地嘅農業產品同花卉提供促銷活動同開發新訂單，比如講在縣內高中職以下嘅學生嘅期盼萬元做花束送阿妹嘅活動，還有也拜為政防疫影響溫馨化禮盒，致力為屏東縣花卉在防疫期間尋到新通路。客家新聞潘成峰屏東報道。一百年受到疫情的影響，其實有當多嘅農民哦，佢哋呢沒有受到一類疫情的影響，佢哋嘅一條花呢都賣唔出去。每希望呢鄉親朋友呢做啲關廿八夜母親節連續2日，都賣到花同來鼓勵廿條農民同廿條天涯過難關哦。香港就指揮中心進行嘅統計，喺台灣籌備呢係無新增加確診病例，喺國內總共累計病例數係來到嘅440例。香港呢指揮中心呢有公布一個較好消息咯，最講呢一下呢確診嘅患者，差唔多呢有超過80人都已經來解除隔離嘅。呢個台灣嘅疫情呢係漸漸嘅牢記控制下來喲。嗰種呢啲記錄風一下呢就開始出現呢有動人準備愛出去留了嘅，希望呢生發家庭嘅恢復正常。其中人潮一部分傳統嘅人客，大部分呢係同上週年來比，係價係5-3多。唔過呢針對呢個人較多嘅部分呢，指揮中心還係呼籲大家講，呢個最尾呢還係記得帶好相關嘅經驗嘅防疫措施，都會來記得為做好來用，也係評估。日報帶來消息，然之後呢，我再過來看到一個中國時報。中國時報呢，佢當個呢就同大家來講到嘅一個母親節啊，當媽媽可能呢，當民眾呢可能會送媽媽母親節禮物，佢一個做下面啥，佢今年傾向愛收到乜嘅禮物咯。佢就希望佢路向民眾啊，就當媽媽就講，希望呢大家呢都平安就好。認真講，一個台灣受到疫情的影響，其實呢對公營以前呢，就民眾呢就降下嘅降到也好，一下呢一個台灣疫情真見控制下來嘅，嗰種呢一個做媽媽啥，真見係希望大家平安就好。佢呢度呢一拜嘅母親節連續了年，其實呢認真一下台灣呢還係啲防疫期間，嗰種呢要動到一條共享場所，還係用其他方式呢來同民眾呢來希望呢減少人潮，將一啲屏東嘅開城館，喺度呢就係用直播嘅方式呢來同大家呢來做相關嘅通貨嘅直播，用愛用嘅方式呢同大家共下來慶祝來過28夜母親節，沒想到當到人嘅注意哦，亦係屏東開城館嘅情形。咁你接下來呢，再個愛來看到呢，就係講，其實呢，台灣已經有連續27年都冇出現新增加嘅本土病例嘅。假使呢，也嘅都會見比有冇這個新增加嘅本土病例，就已經係連續第28例了。佢針對呢樣情形呢，其實指揮中心就講呢，假使呢台灣曾經有到28日冇新增加本土病例，意思呢就係講，台灣嘅沙期也係一個非常穩定、非常安全嘅情形。故所呢就係認真講，也係疫情已經開始控制下來嘅，相關呢管制措施沒有開始來表用嘅，從一條去看病人也部分，指揮中心就按上外來表用。係講呢認真前幾日呢，中華職棒呢開放民眾去到現場看比賽嘅，嘅一開始嘅時間呢係限制1300人去到現場，嘅籌備嘅時間呢，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嘅，講一下呢未同啲研究討論講，希望呢做得老人數增加到2300人，嘅從一部分韓國有從一到8台紅亞運用來調整，下來呢就來看 NA 新聞報道。所以為了讓地方能夠在審查上面更能夠有信心不會有困擾，也就是說如果能夠和盡量和。針對初八先俾時撈初審通過嘅9000人件訴權申請案，送去中審核。日前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初九在嗰講，申請資料當然準備到安車，希望提供政府審核標準標準，加發布上境嘅流程，希望送去中審核，減怕會誤導罰錢嘅事件。有一些就是已經是很明確的案件了，就沒有必要這樣子一個再送到中央來再審，一看就很清楚的，可以過或不可以過。面對國內疫情要下放掉啊，指揮中心當地嘅安議要種種慢慢嘅解除各式運動比賽，以至到人眾群平人，尤其學校有啲規範。不過對恢復就兩副湯圓日，
陈市长很係堅持，為高本地方政府來決定，不過未引起業界之間差別對待。我們呢不是針對任何一個行業或職業別，是一個通案啊。通案就是說能夠做到這樣子的一個，好，我們這種等於是防疫新生活，好，那這樣的一個情況，那地方政府可以根據我們業者的管理能力跟地方的一個管理的量能。另外，衛福部公布標準，20年正接種例，包含第一線照護，可能係亦係確診武漢肺炎個案嘅醫生，會得到大二1萬元，福利醫院達1萬元之外，接種相關醫院咪會有人數得到最高120萬元。在嗰份賠本記錄，第一線受持到檢疫嘅醫療人數咪各有獎勵嘅機制，意思是講會分配到5年到7年盡力發錢嘅名單。下個新聞風雨蘇慧線特別報道。一針對防疫措施表現部分呢，先前呢指揮中心就呼籲講，假使大家呢冇必要就盡量唔好去醫院呢看親戚朋友。也部分呢，田定軍疫情基金參的遊客方呢，故所未開始愛來平用的。也部分呢，進行係會針對家父偏房，還個有安寧偏房，也部分會先來平用哦。就係講呢，也基金開放民眾對於檢疫措施，就開放民眾呢，第一驗固定的時間，去從係啲家父偏房，還個有安寧偏房。早定呢，去看家啲位親戚朋友嘅一種民眾呢，簽到呢係2-3年，還係有人數限制嘅，一啲相關嘅平用措施係對檢疫措施就開始來實施。然後呢，沒有當到民眾進門呢，就係酒店啊、舞堂一條紅鳥，內容是呢將做的繼續來營業哦。其實呢，先前呢指揮中心就有講到嘅，假使呢相關的營業場所有做好相關的防疫措施，做得呢來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呢所有嘅人客，做得呢全場帶這咪也都有事態豐富措施，給本地方政府評估通過過後，就做得來實施。佢冇清楚講，一個酒店內容是怎麼開放，如果你清楚用。還有一款業者嘅防疫措施有做好冇？假設呢有做好，還能做嚟搞本地方政府自家來認聽。然後呢，現正講一下台灣其實呢，一啲現增加嘅確診嘅案例數都動少哦。就民眾見聞講一下呢，一啲指揮中心愛來講結膜。指揮官陳時中呢，其實有講到，其實也部分佢沒有來考慮哦。唔過呢，佢因為講一下國際上疫情還係動厲害，嗰種呢一下還係唔合適來攻擊的，也係有關國內疫情的部分。如果呢，也係世界衛生組織呢，在世界衛生大會第13年18幾年就愛來開會嘅，台灣到今呢還係冇收到邀請函哦。從啲籌備嘅時間呢，也係行政院副院長呢，就有同一個美國的衛福部的副部長呢，來用私信來開會，給家條更多乜嘅內容呢，來看一下。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操筆，讓美國衛生部副部長顏水傑下見做實行會議。陳其邁講，對抗疫情嘅台灣模式有3大條件，包含自信透明、科技運用、和團隊合作。咪講台灣應該愛係世界衛生組織 WHO 嘅會員。下見認為台灣對 WHO 有重大貢獻，係講唔本台灣做觀察員，會有風險，咪會有損失。Taiwan should be allowed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WHO participation and should be an official member. It is deeply disappointing th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excluded Taiwan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WHO and other WHO technical experts meetings. We hope they will return to the practice. 副總統陳建仁操筆接受法國媒體專訪，做啲指引 WHO 發言條文，呼籲國際愛合作。咪講認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講，要前到政治講平圖係對中國武漢內界。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馬卡錫罕宣布，上沙嘅中國工作小組成立嘅，主要任務係應對中國嘅威脅。The origin of the virus has to be examined scientifically, and so far we consider that the virus is originated from Wuhan, and whether it is from the laboratory or from the natural infection sources need further confirmation. We have learned more about COVID, and one thing has become very clear. China's cover-up directly led to this crisi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d the seriousness of this disease, led a propaganda campaign blaming the U.S.
另外，对美国行政部門對台灣制定嘅相關限制性措施，要你世界美國眾議院的措施，實行日本貴婦卿蓬佩奧呼籲美國到台灣之間冇必要嘅限制性準則，片面主動雙邊關係嘅發展。記者常偉英重點講綜合報道。也今年呢，其實台灣見數到中國大亞，佢說一直冇辦法來參加，像係 WHO 一到世界衛生大會相關嘅組織。認真講呢，亞擺呢台灣啲防疫期間表現真勁同大贏，佢說呢亞擺呢美國呢就愛來同台灣來聽發聲哦。美國嘅參議院從眾議院兩院嘅安委會嘅兩處呢，就發公文本全世界有55個國家呢，希望呢來支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相關嘅會議。針對安樣情形呢，其實呢，咪係希望講，認真顯現呢，中國呢，認真講，認真自家政治立場，故說呢，要用台灣所有人民嘅權利，故說呢，針對安樣部分，美國呢就希望呢，為台灣來發聲。來同台灣爭取加入相關的世界衛生組織亦都相關會議哦。喺針對安樣部分，教普美有來做回應哦，佢講同監察亦都相關美國呢同台灣來發聲，而且呢亞擺呢係美國直接同台灣來支持講，喺台灣做嚟來參加一個世界衛生大會 WHO 嘅世界衛生大會，故種呢佢哋意義係非常大嘅，係非常嘅監察，也就係以上呢同大家來整理檢比相關的新聞重點。喺多次面時間呢，有啲天時之間，我同大家來做分享哦。所以講呢，雖然講檢比早晨嘅時間天時還以後，唔講呢到下晝起時一啲門一方面就會開始多來嘅。到時間呢，北部地區天時會很加問題，會令到落幾下日嘅雨，溫度呢咪會開始降低。提醒大家北部地區嘅鄉親朋友為注意後，一啲天時可能開始會有變化嘅。唔講呢到下晝以前呢，其實全台灣各地都係熱發發天時，提醒大家出去時節為記得防災，沒有記得駕駛就會灌水。咁以上呢就係亞擺嘅客家新新聞，請同新朋友到下晝2點，各繼續來收聽，同大家來帶來嘅清醒一清。客家新新聞，客家 Life， 本唔清醒嘅一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清醒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清醒聞。